业开家咖啡厅，王立纯不只想卖饮料餐点，空间使用透露出他的理想性格。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希望提供给台湾自己设计创作的艺术家，然后它是有无限可能的，有多元的，可以是动态的活动、静态的活动，都在这边展出。结合台湾本土品牌办艺文讲座，吸引不少人询问，也让王立纯找到同好。另一个收获是发现客家乡亲的友善。当大家在聊天的时候，只要聊到你是客家人，我也是客家人，瞬间就变超好的感觉。就是我觉得客家人那种团结的精神，然后一听到说，你是有客家血缘的，那个接受度是马上拉高。最初邻居还一起担心年轻女孩的店会没有客人，因为门前的路是新开的，网络地图根本搜寻不着，按门牌地址得走过关帝庙旁边的小窄巷才找得到她的店。王立纯因此更珍惜每个能踏进店门的有缘人，想提供像家一般舒服的氛围。大家还是照聊自己的，看自己的书，有人就睡觉，有人就玩，就是做自己的事情。在这边，我们可以提供一个这样舒适的环境，所以我们还蛮多客人来这边会睡死的。念大众传播，做过广告公关业务高度竞争的行业，王立纯发现自己最向往简单的步调，还有都市中已经很难见到的古朴环境。鸦片给你一笋牛肉丝这边的人很淳朴老实，对，勾你的一更单，生活很简单。离开自己原本熟悉的环境吧，会让自己更有勇气，然后对于自己原本想要做的事情是更可以坚持下去的。为了寻找合作的文创伙伴，发上千封邀请函毛遂自荐，还许愿在新竹要把客家话学好。王立纯谱写创业打拼记，不光想赚钱，也想保有文化并进。上课喽！鸦片给你一笋两肉色，勾你的一更单。鸦片给你一笋两肉色，勾你的一更单。谢谢钟宇老师。